下一位鄧家彪議員。多謝主席。我咧就唔係問頭先陸頌雄嗰題嘅，咁陸頌雄因為提交問題嗰個 quota 爆咗咧，就用咗我位問佢最專注嘅關於電動車嘅事務。我又問翻我工聯會另一個同事黃國議員嘅060主要就係外判嘅。裡面咧就羅列咗咧政府嘅數字，咁就係唔同即係聘用大量外判工人嘅部門啦。嗰個嘅呢啲叫做非技術工人職位嗰個承諾時薪中位數，簡單嚟講咧，而家承諾時薪中位數已經去到62蚊。咁如果計8個鐘乘以30日咧，其實嗰個嘅一個非技術工人咧已經係14,880蚊嘅工資，或者係政府要付出呢個最起碼呢個錢啦。唔計呢個即係背後其他可能係強積金等等。咁但係我而家翻查翻政府咧聘用一個新入職嘅公務員零薪點嗰個就係14,730蚊，即係話咧而家一個非技術工人嘅工資中位數化為月薪咧就係14,880蚊。公務員團隊裏面最基層嘅零薪點咧就係14,730蚊，即係一個非技術工人外判嘅。仲高過公務員少少。好啦，我又想問啦，喺成個財政可持續嗰個嘅角度，其實會唔會政府真係考慮呢？叫你直接聘用更多公務員而家難啦，你定咗一個減公務員編制1萬嘅一個承諾啦。咁外判制睇落去呢，究竟係咪真係慳到錢呢？咁呢個又有個疑問啦。咁可唔可能行一個即係公司即係佢個市政嘅一個嘅公營化呢？咩意思呢？其實內地呢都好多市政嘅部門呢，又係原本係公司化咗佢，跟住後尾發覺都係效率啦、效益啦、成效麻麻地，於是就成立一啲呢政府背景嘅公司，唔等於公務員啦，就係長期聘用一班呢真係做得好嘅員工啊。咁究竟呢啲可唔可能即係參考呢套模式？除咗價低者得嘅外判制之外，行多套模式去承擔呢啲主要就係市政服務非技術職位呢？政府即係成立一間公司，由嗰間公司去長期聘用，而唔需要呢啲工友呢每幾年係換制服，價低者得又俾人對沖一次，唔知會唔會考慮？因為而家條數已經睇到出嚟呢，其實未必係即係平得過公務員。好，局長。主席，咁我相信議員嗰個出發點咧係好好嘅嚇，即係話咧係點樣可以咧係進一步去提高或者去提升即係喺政府去做呢啲合約嘅時候咧，嗰個合約工佢嗰個待遇，其實呢個我哋都係正正咧過去頭先你所講話點解依家咧我哋嗰個平均時薪去到呢個水平，即係過去一大段嘅時間咧係我哋做好多功夫，多管齊下去提升翻咧喺外判嘅時候或者政府去採購呢啲合約服務嘅時候係點樣咧係能夠係兼顧到一啲工人嘅權益同埋提升佢哋嘅待遇嘅。咁但係過程入面大家見到嘅就係話咧，其實始終如果係話我哋嗰個目標的確咧係清晰嘅，係話要係提升個工人待遇，其實我哋過去做嘅功夫已經係做到呢個效果嘅。咁其實呢一個咁嘅數字，正如頭先議員所講，正正係體現到呢個效果嘅實質嘅一個結果。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其實如果係用翻頭先議員嗰個嘅建議啦，即係話係一啲可以話係公司嘅組織，但係政府支持嘅。又或者係話一啲可以話公司合營也好，又或者係點樣都好，其實我覺得係要即係要大家要好認真去諗諗，究竟呢啲係咪即係達到我哋嘅目的嚇？因為始終有時咧呢啲過分去諗或者過分去製造嘅呢啲咁嘅所謂嘅架構咧，可能係講得通嘅，但係實質其實咧點解喺落實嘅時候咧都有啲咁偏差咧？因為始終其實係具體佢哋要做嘅嘢咧，都係嗰啲功夫嚟嘅啫嚇。咁同埋具體嗰個工友本身佢哋所訴求嘅或者要求嘅，都係相類似嘅一啲嘅待遇嚟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做一啲咁嘅結構性嘅改革，係咪真係達到呢個要求，而係令到件事好咗咧？我覺得呢一個咧真係唔係咁簡單話可以咧一言以蔽之咁樣講嘅。咁但係當然呢方面我係好欣賞嚇議員呢個咁良善嘅動機，同埋咧喺過去我哋呢一個嘅工作嘅成效咧，就正正係體現到咧喺呢個數字入面嚇。